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豁達茶几，我係黃擊凡，歡迎我哋嘅靚女嘉賓 Yoyo 陳志遠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Yoyo 啊。歡迎你，佢係 TVB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1嘅最佳女配角，亦都係我心中好好嘅一位演員。真的嗎？多謝你。你好啊，因為嚟緊3月14號啦，白色情人節咧，我知道 Yoyo 將會喺廣州音樂唐人館，就喺呢一度啦，其實冇錯，有一個 show 啊。係啊，就係有一個我自己人生啦，第一個音樂見面會，即係可以話以音樂會友啦，有一個咁樣嘅形式啦。係作為人生中嘅首個音樂見面會啦，今次叫做做自己的光。成件事係點樣發生嘅咧？一開始點解會決定要做呢件事咧？其實咧，我覺得好感恩嘅。即係我覺得好多時咧，想做嘅嘢咧，冥冥之中又做到喎。突然間唔知又有啲機會，其實我都好感恩呢啲事情嘅發生。即係好似呢一件事咁啦，我係見到其實而家咧最近咪都即係呢1-2年啦，都好多即係演員啦或者 artist 嘅朋友啦，會開一啲見面會啦或者演唱會等等等等。咁其實我都會覺得，我嗰時心諗啊，其實我冇特登同邊個講，我嗰時心諗。我希望我都有一個咁樣嘅機會，用呢種形式同我支持我嘅朋友去見面，去分享我嘅點點滴滴啊，我嘅想法等等等等。咁突然間有一日，我公司就有人問我，佢話Yoyo，喂，聽講咧你有興趣做音樂會喎，你係咪想做喎？咁樣跟住我就突然間叮一聲，我冇同你哋講過嘅喎。佢哋點解會知咧？點解你哋會知嘅？點解你會知我有曾經有過呢個諗法嘅？係，其實件事就係咁。跟住當然問我嘅，咁我就話：好啊，我想做，我想試。咁其實件事就係咁，即係覺得好似冥冥之中個上天聽到我嘅聲音一樣，就咁樣發生咗啦。咁你話其實咧有啲人會話咁 Yoyo 你真係識唱歌咩？你係一個歌手咩？等等等等，即係其實可能對於我嚟講，我自己都係一個。喺呢一個範疇入邊都係一個 BB 仔，我都係好盡力去學點樣好似一步一步去行啊，去爬，咁我都仲係一個學習嘅階段。係。咁但係我會好似 BB 仔咁，我希望我嘅人生可以有多啲唔同嘅探索咯。係啦，呢個就係做自己的光嘅來源啦。來源啦，跟住突然間就咁樣促成咗呢一件事。同埋個英文名我都好中意嘅啫，Be Your Own Light。我想知 Yoyo 會點樣解讀呢個名？即係究竟嗰道光係點樣嚟嘅咧？嗰道光其實我想講就係咧，可能好多人就會覺得呢個名 Be Your Own Light 係咪即係我開呢個音樂會，大家嚟睇 Yoyo 點樣變成光啊？光加熱就等於火，火加熱就等於我。即係可能，但係其實唔係呢一個名嘅意思。點解我當初會咁諗？係就係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好唔容易，尤其是喺而家。呢一個世代嘅人更加唔容易，男性又好都好唔容易，做藝人又好，普通市民又好，乜都好，大家都唔容易。點樣有一啲唔容易嘅階段，有挫折、有難關、有失敗、有難過嘅時刻，點樣從呢啲嘅時刻，即係點樣去過渡呢啲時刻，而堅持自己嘅夢想，堅持自己嘅信念，去做自己想做嘅嘢，成為更加好嘅自己。點樣成為自己嘅光去照亮自己？即係。我覺得呢句説話好有意思。係，我覺得唔係淨係我，其實我都係一句鼓勵我自己説話。Be Your Own Light係鼓勵我自己嘅一句説話，同埋我都希望透過呢一句説話鼓勵所有人。係，因為其實成為自己嘅光咧，未必係一件咁容易嘅事。我覺得勇敢做自己咧，本身已經好難啦。但係喺 Yoyo 過往演嘅一啲角色當中咧，我就覺得都會見到一啲光喺入邊。因為佢哋喺尋找自己嘅路上都好努力啦，包括你嘅演出都非常之努力啦，令到呢啲角色都有佢哋屬於自己嘅光芒。多謝，非常之感動嚇。咁我覺得做自己光都有 Yoyo 自己嘅一啲個人心路歷程嘅寫照喺入邊啦，會唔會都反映到喺你揀歌嘅選曲當中咧？呢個 concept 會，即係我成個音樂會做自己的光，其實我都想喺入邊帶多啲 message 俾大家，帶多啲信息俾大家。係，即係可能點樣由迷茫、探索、尋找，最後點樣去漸漸成為自己嘅光嘅一個歷程。咁樣亦都透過一啲可能我細個我自己好中意嘅歌啦，或者
我覺得好有意思嘅歌詞嘅歌啦，咁可能呢啲都會係我嘅選擇咯。即係希望透過一首歌，除咗旋律，佢嘅有意思嘅歌詞，去傳遞呢啲信息俾大家。講到歌就有張相俾你睇下啦，就係2005年嘅 Yoyo 嘅音樂作品。自己記唔記得呢首歌？今日有冇人問過？冇，我自己都完全唔記得咗呢一個範疇，但係呢一個實在太 green 啦！呢一個係嗰陣時一個卡通歌曲。係啦，同大家介紹翻啦，就一隻叫做《卡通大作戰》嘅作品，都係好有回憶。我相信有好多人會同我一樣咧，想聽你喺台上唱翻呢首歌，因為入邊有好多人驚陪伴小魔星再合力除壞蛋咁樣，一集體回憶嚟嘅。我諗應該好多人都冇聽過呢隻歌，我諗係你真係咁有心機去，我自己都差啲已經忘記咗。但我覺得有一句係好啱呢個 show， 因為其實有句歌詞咧叫做更發覺最可愛就是做自己，係完全係同今次嘅 concept 係一模一樣嘅，做自己的光，然後隻歌詞就係話做自己就最可愛啦，即係證明陳自瑤由20年前到而家都冇變過呢個初心喎。係喎，係咪好感動啊？我覺得係。我今日聽翻覺得哇，突然間起晒雞皮，毛管咁都俾你揾得出嚟，犀利。因為真係兒歌，點講咧？小朋友係最純，然之後喺兒歌當中嘅道理咧，我哋而家成年人再睇翻，原來先係最樸實無華，同埋最感動自己。其實我都想講啦，大家譬如可能演藝圈 artist 點樣，即係可能俾大家睇好多五光十色嘅世界點。但係其實我覺得我自己都冇變過嘅，係即係我覺得真正嘅自己嚇，唔係大家所睇到嘅自己，即係睇到嘅我。其實大家可能喺熒幕面前睇到嘅我啦，角色上面睇到嘅我啦，或者出席活動睇到嘅我啦，其實可能嗰啲都未必係真正我，因為嗰啲我需要去演繹某一啲角色啦，我需要去配合某一啲場合啦，即係。可能大家平時認知嘅都唔係真正嘅我咯，所以同埋呢一個音樂會，我都想希望大家喺今次可以認識真正嘅我多一啲，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咯，係咯，即係開呢個即係見面會，認識究竟真正嘅 Yoyo 究竟係個點樣嘅人咧，有啲咩嘅諗法咧，係咯。想認識 Yoyo就要睇呢個音樂會啦。冇錯啦，3月14號嘅呢一個音樂會。講到音樂見面會咧，其實咧一定有好多互動嘅環節嘅。咁今次會唔會都安排一啲位可以同 fans 有更加親密嘅接觸？因為好多人都第一次見你真人啦。會啊！即係首先啦，我頭先講咗咧，都希望透過唔同嘅歌曲入邊嘅歌詞啦、旋律啦，去 pass 一啲正面嘅信息啦、正能量啦，又或者係一啲有共鳴嘅一啲想法啦，即係啦。咁另外就係可能亦都會玩一啲遊戲啦，但係有咩遊戲啦？可能而家暫時未講。咁當然亦都會我都會好想同即係好多我嘅粉絲去影相，去同佢哋傾幾句啊。雖然可能到時個場會好多人，但我都希望盡量去親自去接觸佢哋，多謝佢哋即係咁多年對我一直嘅支持同埋愛。咁喺過往呢10幾年啦，會唔會有啲 fans 做過一啲令你覺得哇好窩心嘅一啲應援啦，或者係一啲同你講過一啲説話咧？其實咧，我想話咧，因為可能好多人都唔知，諗住 Yoyo 咁多年一定會有佢嘅 fan club，其實我係冇搞，我一路都冇搞，所以亦都冇話定時定候會見到邊啲粉絲同佢哋有啲咩嘅接觸啊 gathering， 其實都冇，所以今次我自己都好期待。係啦，我自己都幾期待，究竟會係點嘅咧？係啊，我都好期待。其實大家都對阿 Yoyo 嘅代表作好印象深刻啦，婚後是張明心嘅呢個角色，我覺得嗰種歇斯底里你真係演繹得非常之好，所以就想問下你點樣去揣摩呢個角色嘅？如果你講翻呢個角色咧，其實頭先都有人問過呢個話題。但係當然啦，譬如好似你話點樣，你覺得好欣賞我呢種演繹方法，但係亦都其實呢種演繹方法有爭議嘅，即係亦都當然有啲人會覺得哇，會唔會誇張咗啲？點使咁誇張？係咪真係咁誇張㗎？需唔需要演到咁？咁可能咧，我所有嘢都係憑感覺嘅，我冇話特別去設計我呢一場戲要點，我嗰場戲要點。一個咁講情感嘅一個劇，無論你係講愛情啦、親情啦、友情啦，一個咁有情感嘅劇。
我覺得去 feel 佢先係最重要。咁但係當時我點解會 feel 到張明生佢會係咁咧？就因為我一路睇劇本，我睇到即係佢老公點樣對佢啦，佢喺婚姻中遇到啲咩問題啦，佢嘅老爺點樣對佢啦，即係佢承受咗啲咩壓力啦，等等等等，一步一步變成一個咁瘋癲嘅張明生，係一定係有原因，佢承受咗好多嘢。但係當女人去到承受到某一個位，其實佢就會崩潰㗎啦，佢就會失去理智，失去控制情緒嘅能力啦。所以即係大家咧呢個概念我係點樣嚟嘅咧？我係睇好多網上面有時立過都好啦，你睇到好多女仔。哇！啲大婆點樣扯小三啲頭髮喺街喎？你點樣去酒店捉奸個老公，或者嗱你閂埋門喺屋企嗰啲你睇唔到啦。你淨係睇呢啲畫面，你都可以幻想到一個女人失去控制、失去理智嘅時候，佢可以有幾咁歇斯底里。你就知道咁張明生其實佢已經唔算好瘋癲，佢只係佢屋企咁樣啫，佢都未喺街度咁樣。即係所以，我覺得係即係喺我當時我感受嘅張明生，佢就係佢已經係承受唔到所有嘅情緒，令到佢情緒失控，所以佢先至會變成咁。即係我理解嘅佢係咁樣。係，感謝 Yoyo 演活咗咁多好角色。多謝。仲有一個我要特別提及嘅啦，就係令你首度入圍視後嘅角色《母親的乒乓球》，雖然好短，但係一個好嘅單元劇嚟嘅。因為江芷欣呢位媽媽都唔係話一個咁容易演繹嘅角色啦，包括另一個就係令你攞獎嘅《寶寶大過天》啦，葉凡。其實我發覺呢啲角色都有一個共通點，都係一啲情緒崩潰啊、歇斯底里嘅一啲咁樣嘅演繹啊，我都覺得係咯，即係不過呢啲角色的而且確唔容易演嘅，亦都最容易令到人哋有共鳴咯。係，因為好多人都留意到你嘅演出啦，包括影后袁詠儀啦。佢係睇完你嘅婚後事，特別點名要你一齊拍劇。我非常多謝佢，呢個我都好想講。就拍咗模仿人生啦。嗰陣時因為有啲期嘅問題，本來係合作唔到嘅，但係佢都好堅決啊，一定想我參演。咁係咯，我非常多謝佢係。所以 Yoyo 嘅努力，大家都見到，呢個真係好開心。多謝。咁除咗演技啦，我相信大家都好留意到 Yoyo 連把聲都好有戲，因為好聲好戲咧，直到而家呢個 moment，大家仲轉發緊你嗰條片，即係你夾埋啲外人嚟煩我咁，我都學習緊。同埋嗰段石岐華咯，大家都估唔到，其實咧，頭先我都想講咧，呢一個亦都係好多人問我啊，咁點解你會？其實首先點講點解參加實冇嘅，就係一個機緣，公司打個電話嚟，我開一個咁樣配音節目，想問你參加，你願唔願意？咁當時可能有啲人話喂咩嚟㗎？點配？可能有啲人就會退啊，唔想做。咁但係嗰時我乜都冇諗，第一個直覺就係覺得，既然有一個機會嚟俾我，咁我就把握啦。咁亦都冇諗過會自己攞咗總冠軍啦！喺咁多 artist 面，即係大家都個個都好叻嘅其實。咁我唔係一個話我做我就一定要攞獎，我做我就一定要攞冠軍，我做我就要點咩？我其實從來都唔係一個咁樣嘅人，我只係每一次都係有一個機會嚟，我盡量做好佢啦。每一次就係做好眼前嘅機會就夠啦，我唔會諗個後果，我會得到啲乜嘢，攞到啲乜嘢。咁嗰次我都係同樣啦，咁做啦，盡量練啦，盡量match 到100% 啦，不停練習啦。咁其實我都唔知道最後我會即係會成為冠軍咯。即係呢啲全部都係我意料之外嘅事嚟。即係 even 就算寶寶大過天攞到最佳女配角，亦都唔係我諗我演寶寶大過天葉凡，我一定攞獎嘅。即係你冇人會知，冇人會知嘅，係你冇人會知。咁但係只係每一次都盡力做好每一件事。我真係又學到嘢啦，就係做好當下嘅機會，唔好去計較得失，咁就會有成功嘅一日啦。希望有成功嘅一日啦。除咗係好聲好戲嘅冠軍啦，你都係識貨嘅冠軍嚟嘅，所以其實 Yoyo 身份非常之多元，仲係一位好成功嘅主播。多謝。最近仲要係嚟到我哋廣東啦，喺汕頭，見到你去咗好多地方飲飲食食、跳英歌舞，好開心喎。咁其實嗰次都係去工作嘅，咁但係就亦都體驗咗好多汕頭嘅一啲非遺文化。因為我都係第一次嚟汕頭。原來其實我都好感恩，雖然時間好短啊，都可能得2日啦，咁但係都體驗咗好多嘢。其實我係一個好中意體驗嘅人，好中意去探索、去體驗、
嘗試一啲自己未試過嘅嘢。因為包括開音樂見面會啦，我開音樂見面會亦都係咯，可能會覺得哇好大膽喎！你即係開一個要唱咁多首歌，同咁多人見面，咁即係可能有啲人都會卻步嘅。我係咪自己真係得咧？同配音同做識貨都係一樣，佢都係叫我做嚇咩嚟㗎？唔知。因為全新嘅領域嚟嘅。全新嘅領域，配音又係啦，帶貨又係啦，佢叫我做咩嚟㗎？唔知是但啦，做試。去啊！做音樂見面會其實都係一樣，除咗我都想透過呢一個機會用音樂同大家去分享情感之外啦，亦都係我自己嘅一個新嘗試。唔知係咩嚟嘅，唔知得唔得啊？唔緊要啊，試啊，做啊，盡力啊！我覺得都拓寬到你身為演員嘅視野。以後譬如演歌手、演主播、演配音演員，你又會多翻啲經驗喺你身上。都係嘅，同埋我覺得人生唔係話淨係演員，人生就係一個探索嘅過程。另一套劇啦，那些愛過的人，令你多咗幾位好姊妹。係。翠如同連詩雅成為你嘅好朋友，亦都成日聚埋一齊。其實從04年嘅四葉草開始啦，我哋就一直都有留意 Yoyo 嘅演出啦。數下手指，今年你都係公司第22個年頭。之前都攞埋呢個20年服務獎，一個唔短嘅歷程，係啊，當中都有啲辛酸嘅喎，應該。有啊，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演員又好，作為一個藝人又好，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其實算係一波三折，即係有啲人睇好似好順暢，但係其實唔係咯。即係我覺得係有一波三折，又啱啱入行做 model，跟住經歷即係有啲做唔想繼續做 model 嘅一啲原因，退咗落嚟，跟住又上天唔知點解揀咗我入電視台拍咗青春劇《四葉草》，其實都唔係我選擇嘅。跟住拍完《四葉草》，大家眾所周知點，跟住再由《四葉草》轉型去其他嘅劇集，演其他嘅角色，又可能有一段時間俾人定型，亦都可能有啲時間係冇咩機會，等等，其實好似經歷咗好多嘢，但係亦都好似眨下眼。有咁多年，但係當然其實當中真係有太多可能不為人知嘅嘢，即係可能有啲人頭先有啲人同我講唔係啊，我見到你好似好順，其實喺我自己嘅心路歷程有苦自己知，有好多高低嘅位咯。但係我都希望每個人就算經歷高又好低又好，都永遠堅持自己想做嘅嘢，唔好放棄。我睇你嘅訪問有一段都幾觸動，就係話喺你猶豫緊要唔要離開呢個行業或者離開公司啦。咁樂小姐有一句説話係幫到你嘅，就係話只要你一日唔離開，就一定有機會。呢個話都應該鼓勵到你之餘，都鼓勵到大家。都係啊，都係，因為你知啦，成日要傾約噶嘛。呢個吧，即係成日都有陣時要傾約啊。咁嘅嘢我都選擇留唔留低咧？我應唔應該繼續做？我適唔適合繼續喺呢一度咧？即係有陣時好似見唔到前面嘅方向，我見唔到前路，又見唔到希望，我應該點樣咧？咁所以佢有陣時呢句説話，我都有記喺心。你一日唔離開呢一個圈，唔離開呢一度，你依然都有機會。冇錯啦，就好似配音又好，帶貨又好，或者係開音樂會都好，都係唔做就唔知個結果會點。冇錯，但係做咗就可以行到一條新嘅路出嚟。冇錯。咁之所以叫做做自己的光，我覺得就係條路可能係開頭係黑掹掹嘅。當然係可能好多黑暗嘅時候，但係點樣你將嗰啲嘢撥開，其實前面就係光明，但係你要堅持去行嗰條路。同埋你自己本身就係一個電筒，你可以照亮自己。其實本身可能有啲人覺得自己好暗，即係點樣去堅持自己信念，去克服呢啲難關，點樣一步一步成為自己想成為嘅自己，做自己嘅光。當然做自己嘅光，我除咗係照亮自己之外，其實我都有個大啲嘅想法，就係我都希望呢道光除咗照亮我自己，亦都可以照亮其他人。即係互相鼓勵嘅一個過程，而唔係淨係單獨自己一個人嘅個過程。好偉大啊！好感動啊！冇嚇。咁其實講完咁多我哋做自己的光嘅 concept 啦，其實啱先提到好多你嘅新嘗試啦。展望將來會唔會仲有一啲嘢係想做，但係而家係未做？有喎，其實都仲有好多。頭先有人問我，突然間輕咗機，我諗唔到。跟住後尾我再諗，其實我仲有好多嘢想做。譬如咧，我其實入行做 model 嘅時候，我有拍過電影嘅，有拍過幾出電影，但係當然都唔係主角啦。咁但係唔係有一出係嘅實驗電影嗰出係嘅。咁但係跟住入咗電視台之後，到而家都冇再拍過電影。所以其實我都好希望有朝一日我可以再嘗試拍翻電影。呢個係第一樣嘢啦。第二樣嘢我都
好希望可以同內地嘅團隊啦、拍攝團隊啦、劇集團隊啦、綜藝團隊啦，去多啲唔同嘅交流同埋嘗試，而唔係淨係香港同埋大灣區。即係我希望可以再行得遠少少，我可以希望同一啲好優秀嘅內地團隊去合作。期待 Yoyo 嘅更多新嘗試，我好希望喺電影院嘅大銀幕見到你。多謝你，希望。Thank you Yoyo。Thank you。我哋下次見。下次見。一定要嚟現場睇。到時見。拜拜。3月14號見。拜拜。Thank you Yoyo。Thank you。